这些钱可以当我们1年的俸禄了吧？对，原来当土豪是这种感觉呀！土豪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钱人喽。咋样，数钱数到手发软，是不是爽得飞起来？爽爽。就是有点像做梦。哎，白哥，你就是我们仨的再生父母啊！我们仨从此啊，跟定你了。是，来，喝可乐。大哥，以后我们一定与您马首是瞻，出生入死，在所不辞。别介，都是哥们儿。夫人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什么呀？它可是导盲犬。导盲犬是什么呀？它可以帮你指路，还可以帮你避开障碍，还能代替您的眼睛呢。这是一只狗，能做这么多东西吗？嗨，简单，这是我专门从国外搞来的。不信你看，毛毛，过来。哎，毛毛 ，sit down。什么 sit down？就是坐下，这个是外国人说的话。以后啊，有机会我教你。毛毛，就是你看，握手，握手，哎，乖，握手，毛毛，握手，你看它多可爱。他看起来还真挺帅的。古代的美女真是纯天然，太养眼了，秒杀那些千篇一律的科技脸。他难道又想亲我？